大家好，今日我心血來潮咧，就想同大家討論一樣嘢，我攞下大家嘅意見嘅。你有冇發覺近？大家好，今日我心血來潮咧，就想同大家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心血來潮咧，就想同大家攞一樣意見咧，就討論一樣嘢嘅。有冇？今次想講呢樣嘢咧，就係關於去完廁所唔洗手呢個文化，其實有咩問題？其實有咩問題咧？即係好似你瞓覺咁啫，你整亂咗張被，你係唔需要摺嘅，因為你第二朝都會瞓翻，你嗰度亂。望咩你？你叫人拍嘢啊？影你哋啊！今晚 post 上 Facebook。